这是草书，看明白了吗？王爷，参见王爷。免礼。哎，大同，你怎么来了？王爷，晴柔，我在市集上听到一些传言，特来告知你们。哦，是何传言？大家都在说二王爷宅心仁厚，皇上身体不好时，天天在身边伺候着。倒是说你，我怎样？说王爷您没有小心，皇上生病了，非但不照顾，反而还天天在王府里作乐。他害了你。王爷，这些虽是民间的风言风语，但是不得不防了。要是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呀，都怪我，尹晴柔，你真是个猪脑子，怎么就没有一点点政治觉悟呢？好了好了，晴柔，此事是本王的决定，与你何干？你们也不必烦忧，何况本王本就无这争夺皇位之心，所以此事啊，并无大碍的。王爷，李章斗胆一言，但说无妨。虽说您对皇位没有争夺之心，但是如果这皇位被别人夺走了，您能保证全身而退吗？这大王爷就是前车之鉴呐。谢延启，你之前无夺嫡之心，是因为大哥宅心仁厚，有明君之相。如今大哥已逝，若这皇位让二哥夺了去，世间必将生灵涂炭。如此这般，你必须好好想想了。这市井竟有如此传闻。是。这市井之言不可轻信呐。这齐儿的秉性，你我都清楚。朕在病中，这齐儿每日都进宫，照顾在侧呀。你看，他看朕的腿脚不好，就给朕送来了这个轮椅，说是找能工巧匠特意为朕做的。你看他什么时候把孝心挂在嘴边了？还不都是付诸于行动吗？可事情为何又有此传闻呢？这其中必有蹊跷啊！要是义儿活着，你我就不必为此担忧了。皇上这番话，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义儿。唉，不要难过，朕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了。我看最近朝堂之上，为了皇储之事，也有些异动。我们还是趁早决定吧。王爷，都这么晚了，双儿，吃点东西吧。外边可有耳目？王爷放心，都已经离开了。双儿果真聪明。过几日，相国大人会正式设宴，收你为义女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。
青楼出身。王爷放心，生儿定不负所托。你们这些臭男人，还真以为本小姐是青楼之人呢？本小姐那可是下得厅堂，上得大床，岂是你们这些古代的蛮人所能理解的？早晚有一日，要让你们为轻视我而付出代价。双儿，你这一去，就不知道何时才能见你。来，让本王好好看看你。王爷，佛祖面前，你不怕遭天谴呢？哼，我就是天，这酒肉戒都破了，再破一戒，那又如何？婵儿，琪儿，朕前些日子偶感风寒，你们二人悉心照料，朕都看在眼里。父皇哪里的话，这都是儿臣应该做的。为父有意让你们二人同进御书房，协助朕一起处理朝政。你们二人意下如何呀？谢父皇，儿臣感激不尽。琪儿，你呢？为父皇分忧，此乃理所当然之事，儿臣定当鞠躬尽瘁。起来吧。谢父皇。你们兄弟二人一定要齐心协力，协助父皇。是。好了，下去吧。儿臣儿臣告退。